係傷透咗火紅的心啊！足足蝕咗2000幾萬啊！依家大幾百萬嘅價錢啊，就可以喺珠海情侶路啊，立低一個精裝海景4層大別墅啊！望日月貝歌劇院，望港珠澳大橋，望香港出門就係白沙灘同埋海天公園啊！隔離咧就係中大五院同埋城市博物館啊！依家講緊大平層嘅價錢就可以立低一個精裝嘅4層大別墅啊！別墅上下4層，套內實面積約700個平方，帶前後花園。前花園咧將近30個平方，入到嚟咧就係餐廳同埋會客廳啦。視頻入面睇到嘅所見即所得，都係交付俾你嘅，品質咧都相當不錯。簡單買啲軟裝咧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出邊咧仲有個花園可以佈置下，整個涼亭嘆下茶都完全冇問題嘅。負一都幫你整咗私人會客廳，整埋茶室。出邊嘅大天井可以整個疊石假山瀑布喺度觀石聽霧品味，禪意滿滿。而3樓咧都係休息區，一共咧有4個大套間，4樓咧仲有一個細廳，負一咧有一個保姆房啊。呢一個位置5分鐘可以到香洲港碼頭輕鬆遊玩珠海各個海島，附近咧就係陽明廣場，一站式搞掂吃喝玩樂，15分鐘可以到達九洲港碼頭輕鬆返到香港啊。3樓主人大套間帶埋一個大露台，呢度咧仲有一間房俾你擺愛馬仕包包。衞生間入邊整埋浴缸俾你慢慢浸佢，慢慢泡佢。依家講緊大幾百萬就可以喺情侶路立低一等嘅精裝海景大別墅，抵唔抵呢？如果需要別墅完整嘅視頻呢，下方留言情侶路，我發俾你。